您这一晚上都喝多少杯了？哎，四不像走了，我只好独自买醉啊。可您喝了一晚上都是胡萝卜贼呀！你不懂，小不像不在，喝什么都让人心醉。那个，怎么，你也觉得我应该勇敢一点吗？不是，难道你想说让我遵从内心？不是，那你是劝我追随四不像而去？得嘞，就听您的，也要去山里找四不像。就是这儿了，路人店。Surprise， 四不像。这谁呀？四不像，你给我解释解释啊！这是我店里的保安。什么？这蓝白花花的京巴是你店里的保安？谁信呐？你才是！好了，你们两个别打了。话说这谁啊？四不像？这位就是兔爷。啊，就这货啊！我是兔爷。几百年前，我携神药从月宫下凡，解了瘟疫之苦，博来了我兔爷的名号。但时过境迁，我渐渐被人们忘记。就这样，我在凡间浑浑噩噩的过了好多年。啊，照这样下去，还找什么兔生价值啊？这是，这心中的躁动是怎么回事？我托人问到了四不像的地址，一想到要见真人，还真有点紧张。啊！这是一个人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这反差萌，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啊！您呢？确实难以置信。投奔我啊？可我这没地方给你住啊！我给你扩建房子呀，52厅3厨3卫，湖景房宝物室豪华3居松软大床。太麻烦了。四不像，让兔爷留下吧。既然四不像你也同意了，我什么也没说呀。那我就在这儿住下了。凭什么你可以睡床啊？你别想挑我们四不像的地方啊！你下去，告你给我下去！去！四不像，你看看毛都给我磨秃了，屁股上还凉飕飕的，秃的好严重啊！兔爷爷在，他也买了卢修犬，还是双倍的哟。你们都是混蛋！冷静，当务之急是解决掉毛的问题。别担心，我有办法。神仙特效生发水，神兽也能用。好凉。怎么没反应？是因为太多了，这不是摆着的歌。是不是你把我变成什么样了？我再也不相信你了。我饶不了你。得了，甭伤心了，爷给你剪个超炫的发型。你还会剪毛吗？哎呦，瞧您这话说的。怎么又秃了？再喷点。什么？我要吃了你们两个！嗨，小不像。你丫干嘛呢？哪有您这么降温的呀？他都快凉透了。那该怎么办啊？他现在需要的是维 C， 还有热水。他要手透了！四不像，醒醒啊！你别吓我。别担心，我还给四不像熬了药，吃了肯定立马就好。
白了您嘞！四不像，我没捣乱，我只想让四不像赶紧好好得了吧你！哼，随便吧，谁想管他？你没事吧？大概吧。听说河对岸的东山顶上有一株会发光的仙草，包治百病。哦，要不我去帮你找来？哎，算了，哪儿那么容易找到啊？他不会要去摘仙草吧？皮皮在外面不会遇到什么事吧？嗨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今儿天气那么好，下点雨更好，这样他马上就回来了。救命啊！就算暂时回不来，这附近也没什么危险嘛。就算有危险，皮皮好歹是个神兽，肯定能对付的。不好吃啊！哇，救我干嘛呀？让我快去！我感觉好点了，能不能辛苦兔爷给大家备饭？得嘞，你好好休息吧，交给我。别吃我，也别吃楼上的四不像。谁要吃你这老兔肉？皮皮，兔爷，我把仙草采回来了，快给四不像煎药吧。这个不是仙草，那是什么？这是传说中吸收天地钟灵之气，以香气馥郁醇厚闻名，被称为天上真味仙，地上香极颠的仙孜然。那能干什么？嘿，将其撒在烤肉上，超凡的味道与体验，简直是烤肉的绝佳伴侣啊！这种事情还得靠我早就囤了一批质量上乘的周边产品，就在我家里。你家在哪儿啊？就在这儿，这儿就是入口。你什么时候挖的？嗨，很早之前了。来，各位游客您小心脚下，这里头可是我精心装修过的豪宅。欢迎光临。哇！哎，这是殿后面的湖？没错，这些都是小意思，接下来才是大咒登场。请看，爷重金打造的豪华周边展览厅。好多四不像，但是好像又不太一样。没错，这里的四不像周边应有尽有，不仅有四不像玩偶，还有限量的四不像徽章，还有四不像旋转木马立牌，还有四不像 LED 灯，还有四不像小猫围脖袜子，以及全套的四不像内衣裤。哇，四不像的雕像！啊，这几只丑鸡蛋看上去很好吃。住嘴吧您呐，这可不是给你吃的，这些雕像都是我一口一口啃出来的。我不想知道。这些都是四老板的肖像画。没错，蒙娜丽四、四不像日葵、格尔斯卡、四叶群、四破仑、耳环四、呐喊四、秋千四、10岁四、打牌四，还有我最喜欢的这幅四不像的诞生。这个粉色的按钮是什么？等一下，别那个。这里有好多四不像哎，就是画风不太一样，有四不像的，还有四不像的和。等等啊，四不像，你听我解释啊，我做你的不是为了，是因为皮皮，谁把这么多吃啊！也辛辛苦苦做的周边全没了。这雕像怎么没有脸啊？因为我没见过四不像摘掉面具的样子啊。我们见过。他长什么样子？
他的眼睛又大又深邃，深邃，而且水汪汪的，水汪又深邃，又略带一点沧桑。沧桑又水汪的深邃大眼儿。我好想看四不像的脸呐！看来这不是一般的绳子。兔爷，你在干嘛？我是来帮你打扫卫生的。呀，迷了眼了吗？四不像，那只好。清爽。其实我的眼里也进了沙子，可能马上就要失明了。在那之前，能不能让我看一眼你？这可给你当拐棍儿。山里没有盲道，你可千万要当心呢。我会帮你找条导盲犬的。这么多胶带，肯定能把四不像的面具给粘下来。我的脸还是被你看到了呢。只好等你洗澡的时候摘掉面具了。Surprise！ 终于让我，居然还戴着呢！你在干嘛？不是来看看有没有偷拍你洗澡的变态？就是你吧！终于。不要！晚安。早上好啊，小不像。我骑，好久没骑老虎了，这毛茸茸的触感。好久没被骑了，这来自背后的温暖、压迫感，好怀念的感觉呀！等等，哪来的老虎？原来如此，兔爷当年下凡驱病就是骑虎而行的，所以能控制住战虎啊。剑，把无主的剑还来！着急嘛，剑就在皮皮的肚子里，等有合适的时机，一定帮您取出来。完蛋了，貔貅只进不出，死定了。好吧，不过剑取出来之前，我是不会离开此地的啊。那您就先在兔爷那儿将就一下吧。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？粗鲁的家伙！西瓜当然是要榨汁儿喝才优雅。有那功夫早吃8个了。
你干嘛？烟肚里可没有籽儿。爷刚喝的是西瓜汁儿，你没看到吗？嘘，小点声，千万别让兔爷听到月饼2个字儿。听说啊，月宫的兔子都极其痛恨月饼，一听到月饼相关的东西就会发狂。尤其是他们的女领导，谁提月饼跟谁急。哇，好可怕！我刚刚好像听到有谁提了月饼。兔爷，你冷静一点。想吃我给你们做呀！哼哼，这做月饼讲究的是一个力道，心要沉，手要稳，将热爱融入每一寸月饼当中。啊，这感觉来了！别念了，我太多了。啊，这熟悉的味道让我想起了小的时候。我出生在月球，是一只普普通通的月兔。你长大了，出去自己讨生活吧。月球表面的环境非常恶劣，时不时就会下起流星雨。后来，我在残酷的月球上学会了生存。我的桂枝，就是你这个小兔崽子！你给我等着，别让我抓住你！我还在地下建起了自己的桂枝仓库。不管吃了多少次，还是好难吃，又苦又涩。没办法，为了不饿肚子，106号已经满了，该挖新的仓库了。也是在那个时候，我迎来了兔生的转折点。吃饭了。吃饭。又吃饭了。700年了，顿顿都是月饼。哇，这是什么啊？好香，好甜，好好吃！既然这个就可以在这里工作了吗？不得了了呀，这月饼都吃得下去，真是这个大是个兔子！别指甲，就吃了。就这样，我在广寒宫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，最后成为了首席月饼大师傅。而今天，我就趁此中秋佳节，给四不像你送上我的杰作——月光四不像。哇，这可是月宫最高水准的手艺，薄皮大。我的杰作，我跟你拼了！四老板，你的月饼雕像被吃了。吃得好，不吃也得扔。